小姨子啊，渴了吧？来，喝点水。我操！你妈面条都湿掉了！你他妈给我让开！不让咋的？我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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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我比狠是不？我操！你敢死我不敢死啊！我操！老公，不喝了，你把这拿走吧。好嘞，还有呢？全都拿走是吗？全拿走。好嘞。好了啊。这两天打算去西藏自驾游一趟，路不大熟，就想让你把导航升级一下。行啊，没问题，一会儿就好。弄好了吗？啊，我导航呢？啊，那这是什么玩意儿啊？地球仪啊？啊，你想让我环游世界啊？西藏搁这儿了。西藏，地球仪，导航，你给我出来，来，你听人话啊！瑶瑶，你就买一瓶啊？那我还买几瓶？你没给我带一瓶啊？你也没有宝宝，你喝什么奶？咦，那你给我看看几点了？哎，哎，有人说，男人结婚以后在家就不自由了。我想说，那是你们不自由。我在家想干嘛就干嘛，想洗碗就洗碗，想刷盘子就刷盘子，想干家务就干家务，他妈谁也拦不住我，就是他妈想死也死不了啊！阿秋，到底要不要急啊？我新买的化妆品给你试一下呗。新买的？对，帮你化个妆，好不好？哎呀，可以了，看一下吧，老美了，真的。哇塞！我他妈不活了，这快手也不给我热门啊，让我死去得了。哎，美女，临死之前能不能让我爽一下？来吧，哥。我去你妈！真他妈解气呀！阿姨，你翻开嗰情件啊2蚊錢嘅，搶望下先啊！講下錢咋啊？你都需要買嘢咋？你才買嘢咋啊？買幾多間買市啊？你知道冇？老人做錢難，老里啰嗦，我買啊！咁你需要買啥？你冇錢買呀？我就休息會。你借钱丢了，我都不敢借。你去，走。你说的。就我俩。
你是这里的经理吗？不是，那麻烦你帮我把你经理叫过来。经理能做这个，我也能。得劲儿吗，老铁？得劲儿。帮我转告你经理，厕所的纸用完了。哈哈哈哈哈！